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專為女仔設計嘅上床下舉慳位房啦。佢將瞓覺、收納、學習三個功能完美合一，加上粉粉嫩嫩嘅設計，充滿少女心。上層張床嘅圍欄安全感爆棚㗎，搭配可愛花朵同埋葉子形狀透氣孔，又靚又實用。瞓覺真係好似住喺公主城堡咁夢幻。張床下面個衣櫃門設計好得意，一打開衣櫃，收納力真係冇得頂。掛衫鈎、疊衣區分得清清楚楚，仲有開放格擺心水小擺設，衫褲玩具通通收得妥妥當當，等女仔慢慢學識自己收拾。書桌區做功課超舒服㗎，人體工學椅加充足光線，配埋洞洞板收納文具，學習效率自然高啦。書台設計貼心到極，闊到夠晒擺電腦同書本，旁邊小櫃收納零碎物，台面時刻保持企理。玻璃書櫃顏值真係冇得輸，擺滿繪本同圖書，透光防塵兩不誤，女仔睇書嘅動力都即時提升。我哋香港有門市，內地㗎，中意嘅朋友 PM 我攞報價單，加免費設計度尺啦。